上面那个影片呢在教了，用巴拉波卡 BALA BOLKA 巴拉波卡 BALA BOLKA，用那个程式可以把那个文件呢变成那个 MP3 档案呢。现在你看产生目录了，你看文件跟文字之间要隔3行，这样你可以控制多少篇的文章，一篇文章一个 MP3 档案声音档，这个是制作过程。你看，魔晶的也可以这样产生 MP3 声音档，语文的有文字档的文件的，你看都可以这样制作成 MP3 档，也可以逐字念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念。下面这个影片的画面右边呢，看到那个在跑，有个小视窗，然后有绿色的那个显示说工作做到什么进度了，那个就是在转换文字转换成声音，然后再转成 MP3 档。用这个巴拉波卡这个程式可以制作MP3 声音档，可以用来做影片的那个声音呢，或者是做宣传呢，或者是念文件、念经典等等的。